各位新粉大家好，歡迎收睇新仔好生活，我係新仔，每日為你爆響口，睇通透。睇片之前記得先撳訂閱，多謝各位。大家好，我係新仔。尋日4月14號，網上突然瘋傳一個消息，嚇到唔少粉絲，話亞洲舞王羅志祥喺家中猝逝，送院後不治，搞到全城人心惶惶。相關貼文嘅點擊率仲高達450萬，好彩最後證實只係一場虛驚。我哋一齊睇下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呢個噩耗嘅源頭係嚟自抖音一個網民，佢貼出羅志祥嘅相，仲寫到似層層。今日羅志祥喺家中猝死，被發現時已為時過晚，經紀人緊急送醫院，後續宣告不治。經紀人話好遺憾俾大家呢個消息，但祥哥確定離開我哋啦。貼文一出，即刻喺網上核子彈級爆炸，仲衝上熱搜榜。不過有眼力嘅網民發現呢個賬號有前科，過去曾經散播過多宗類似嘅假消息，包括話吳亦凡獄中身亡、胎身舊傷過世、黃 Aden 離世、瘦子巡演期間發生不測，以及連千藝與獄友起爭執遭捅數刀等，擺明係為咗博流量而惡意造假。網紅推手台智宇都忍唔住發文痛批，話羅志祥猝死，想說點可能，結果點進去版面睇，果然係假消息亂放嘅垃圾視頻信息。面對呢個咁離譜嘅傳聞，羅志祥嘅經理人即刻出嚟緊急闢謠。佢只係講咗7個字，佢早上去打球啦，一句說話就輕輕鬆鬆駁斥晒所有不實傳聞。小豬本人仲喺 IG 即時動態貼出喺高爾夫球場嘅自拍報平安，證明自己好地地，完全冇事。講開今次呢個去世傳聞，真係令人又好氣又好笑。一個假消息竟然可以喺網上瘋傳450萬次，反映出現今社交媒體時代假資訊泛濫嘅問題。但呢件事之所以咁多人信以為真，其實亦側面反映出羅志祥近年嘅演藝生涯真係經歷咗前所未有嘅低谷，令唔少人對佢嘅近況充滿擔憂。羅志祥入行已經30年，呢條路絕對唔係一帆風順。羅志祥由低做起，曾經歷過3年冇公開要向朋友借錢嘅日子。佢嘅演藝生涯起點係1995年，以四大天王模仿團體出道。當年佢喺模仿大賽中奪得郭富城組冠軍，成功入行。後來團體解散，佢同歐漢聲歐弟再組羅密歐組合。不過佢坦言演藝路並非一帆風順啦，曾歷經3年冇公開，需要向朋友借錢，簽名會僅得3名粉絲啊，又被叫票房毒藥等等啊。佢自己回憶，推出第一張專輯 Showtime 時，唱片簽名會只得3至6個歌迷到場，但係佢冇放棄，最終由3個歌迷開始，做到後來簽名會要從下晝簽到凌晨3、4點，最高紀錄簽過2萬幾張。2005年佢成為第一位踏入台北小巨蛋舉行個人演唱會嘅流行歌手，從此登上事業巔峰，被封為亞洲舞王。喺內地憑極限挑戰等綜藝節目人氣爆燈，手握無數代言，係當時華語娛樂圈嘅頂流人物之一。不過好景不長，一切嘅轉折點喺2020年4月，當時佢嘅前女友內地網紅周揚青喺微博發表咗一篇毀滅性分手長文，正式宣布結束9年情。呢篇長文猶如一粒震撼彈，詳細指控羅志祥喺拍拖期間多次劈腿，甚至會約不同女生回家，與旗下女藝人同化妝師有長期不正當關係，仲經常舉行俾佢形容為多人運動嘅荒淫派對。文中仲特別點名佢公司旗下嘅蝴蝶姐姐簡海樂，暗示佢哋有染。呢篇長文一出，羅志祥苦心經營多年嘅暖男形象一夜之間徹底崩塌，被網友嘲諷為時間管理大師。醜聞爆發後，羅志祥喺內地嘅演藝事業全面停擺。原本佢係人氣綜藝極限挑戰嘅核心成員，事件後被踢出節目，所有代言合約終止，工作全面喊停，形象跌到谷底。由曾經風光無限、手握頂級資源嘅頂流明星，一夜之間變成全網唾棄嘅渣男。呢個打擊可謂毀滅性。當時佢嘅處境相當艱難，事件亦牽連身邊人。被點名嘅蝴蝶姐姐簡古樂事後發文道歉，間接承認自己係第三者之一，從此全面神隱，消失於幕前。亦有傳聞指佢後來閃婚又閃離，成為呢場風波中最大嘅犧牲品。羅志祥沉寂一段時間之後，近年逐步嘗試復出。2021年至2022年跨年夜，佢喺家鄉花蓮嘅跨年晚會壓軸演出，一連唱跳6首歌，展現強大嘅演藝實力。
正式宣告重返舞台。之後佢喺台灣陸續有演藝工作。2025年底喺高雄巨蛋舉行出道30週年巡迴演唱會，更耗資超過300萬新台幣，施放1200發煙花，吸引萬名歌迷捧場。今年3月，佢亦正式以節目合作形式進駐內地影片平台 B 站，推出自製綜藝《二次元密探》，被視為重啟內地發展嘅第一步。不過呢次復出仍然相當謹慎，只係個人頻道內容合作，唔代表全面解封。網友態度亦兩極分化，佢喺內地遭遇到嘅事業停擺，可以話係佢入行30年來最大嘅難關。好在佢近年逐步喺台灣復出，事業慢慢重建。不過佢嘅個人品牌 Got No Fears 位於台北東區嘅門市，去年亦結束營業。當時外界一度揣測係咪品牌經營出現困難，但小豬親自拍片澄清只係搬遷，仲自嘲可以慳翻一間店嘅租金。新店其後低調重啟開幕。事業之外，羅志祥近年仲面對另一個重大挑戰，就係佢嘅健康問題。佢舊年出版嘅新書，你可以笑我呢個人，但係請唔好笑我嘅舞台中自爆患上微笑憂鬱症。佢透露當時陪患有阿茲海默症嘅媽媽復診，點知醫生反而診斷出佢自己有心理問題，因為食藥後會出現反應遲鈍嘅副作用，影響工作表現。佢最後決定停藥，改以運動等方式轉移注意力，靠意志力克服。佢仲曾經喺2023年立好遺囑，話因為唔知道巴天老天爺會唔會突然把我嘅開關掣刪掉。估唔到呢個立遺囑嘅決定，如今被造謠者扭曲成猝事傳聞，真係令人無奈。講起羅志祥嘅感情史，除咗最廣為人知嘅周揚青，佢出道以嚟嘅緋聞可以話係一咁耐。早喺2001年，佢幫好友歐弟照顧當時嘅女朋友川島麥樹代，結果照顧到自己變咗對方嘅男朋友。呢件事令佢同歐弟兄弟情斷。之後佢同 S.H.E 嘅 Selina 任嘉淵亦曾傳出地下情，仲同李玉芬、周采詩等女星傳過緋聞，但佢一律以好朋友相稱，從來唔承認戀情。不過喺眾多緋聞對象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必定係佢同蝴蝶姐姐簡海樂一段據傳長達10年嘅地下情。兩人同病相憐，細個屋企環境都唔好。簡海樂仲曾經住喺只有13平方米嘅危房。據報道，佢哋喺2010年左右開始發展成情侶關係，但一直未有公開。直到周揚青嘅毀滅式分手文點名簡海樂介入，呢段長達10年嘅地下情先被攤喺陽光底下。簡海樂亦因此背負小三罵名，演藝事業盡毀。當年簡海樂發文道歉之後，從此消失喺公眾視野。即使後來有傳佢嫁俾上海醫生，但仍然低調神隱。羅志祥出道30年，經歷過高低起跌，由票房毒藥到亞洲舞王，由感情風波到重新站起，佢嘅演藝之路可謂波折重重。佢喺2015年推出嘅歌曲夠啦，歌詞主旨係反網路霸凌，但諷刺嘅係幾年後佢自己亦成為全網霸凌嘅對象。呢個轉折真係令人不勝唏噓。但係正如佢所講，每次嘅高光時刻唔係因為成績有幾好，而係作品得到觀眾喜歡同支持。呢份對舞台嘅熱愛同堅持，或者淨係佢能夠一次又一次站起來嘅原因。睇翻今次呢單去世傳聞，真係令人唔知好嬲定好笑。一個假消息竟然可以喺網上瘋傳450萬次，反映出現今社交媒體時代假資訊泛濫嘅問題。好彩經理人及時辟謠，小豬亦親自報平安，先至冇釀成更大嘅恐慌。好啦，今日新仔同大家傾到呢度，你對今次呢單羅志祥去世傳聞有咩睇法？你覺得網上假消息係咪越嚟越離譜？留言同我哋分享下啦。我係新仔，我哋下集再傾，拜拜。好啦，單料就講到呢度。如果覺得新仔分析得唔錯，記得撳個 like、留言同埋分享出去，最緊要係訂閱新仔好生活頻道。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最大動力。